他们俩还挺般配的，是不是？说呢，是不是？他们俩什么？别管他们俩了。哎呀，请问这对伉俪官人前方可是银城啊？我们不是。哦，这条路一直走就到银城了。哦，你们这么多人去银城做什么？我们呐，都是外省逃难来的难民，到银城啊，给大家伙谋条生路去。你们小两口啊，要多备点干粮。哎，这前边再走啊，就没有打尖儿休息的地方了。多谢，告辞。哎，跟上。这老头什么眼神啊？居然会以为我跟你是……哎，那个，这川蜀啊，自古就是富庶之地，极少有饥荒发生。这帮人怕是遇上匪患了吧？走吧。帮主，小心烫。啊好。穿威风，瓢成空，赌对冲，只有吃的是会。李庄主，这碗浑阳墨糊，你尝尝。你们下酒流不拿筷子吗？我可以喂你，哎，我喂你，你别往后退啊！我喂你，你往后退呀！喂你啊！喂你！林斌，哎，从来不知道你如此碍眼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把梨园的108场戏逐一演一遍，演完再睡。哎，别开玩笑了，主子。我要真演完了，你从加尔默回来，我还在这演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李庄主，为什么你一见到女人就后退呢？女人不是怪物，又不会吃你，只是好奇嘛。银城有好多人都说李庄主不喜欢女人，他是喜好南风。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没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爷们儿可以有自己不喜欢的女人，可是不喜欢女人就奇怪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女人？那你喜欢谁，或者喜欢过谁？好了好了，学会套话了。你也想知道？我干嘛要知道？喝粥，粥都要凉了。是帮主。